好多人都信運動一定要大汗淋漓，累到冇晒力先有效。但2000年前嘅《黃帝內經》就講咗一個完全相反嘅智慧：營勞而不倦。意思係身體可以喐動，但精神唔可以累到散晒。你有冇發現呢個同我哋而家嘅健身觀念完全唔同？諗翻起，你有冇試過跑完步、做完 gym 之後，好幾日都冇晒精神，容易傷風感冒，成個人好似俾人掏空咗咁？呢個唔係你唔夠努力，而係方法可能錯咗。好多中老年朋友為咗健康拼命做運動，點知反而越做越虛，膝頭痛、周身累，晚晚瞓得唔好。中醫經典入邊講，勞則氣耗，過度運動就好似暴肌，持續超頻運轉，會耗損維持生命嘅根本氣血。而營勞而不倦嘅核心係要做到形神共養，即係話身體喐動嘅時候，心神要保持安寧，唔疲倦，氣血先至會順暢。古人話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運動要有節制，唔係越多越好。你睇下自然界，冬天藏精，春天生發，萬物都講平衡，人體都一樣。過度鍛煉就好似逼植物喺冬天開花，表面風光，實際傷根。運動應該係養藏之道嘅一部分，而唔係同身體對着幹。記住，心安而不懼，營勞而不倦，氣從耳順，呢3樣要同步，先係真養生。運動嘅真諦唔係競賽同消耗，而係維護身體呢套精密系統嘅平衡同和諧。你唔需要跑馬拉松，唔需要舉到盡，只需要做到啱自己嘅度。最高級嘅養生係令活動變成一種滋養，而唔係負擔。古人講嘅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，就係話你嘅身體會同你講幾多先係啱。從今日開始，試下喺運動時留心自己嘅狀態，活動到身體微微發熱，氣息微促，但係精神依舊清爽，唔覺得攰。呢個就係屬於你嘅不倦嘅道。一句話記住，運動要令你神清氣爽，而唔係氣散神疲。